Hello，大家好啊，我係布老師啊。咁咧，今日咧就同大家講下點樣長線投資啊，仲係躺平嗰隻啊。before 開始之前都要戴翻個頭盔先啊。投資涉及風險啦，大家自行衡量啦。本人意見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啊。一開頭咧就問大家一個問題啦。大家我諗可能好多人都想投資，但係唔知點樣投資。嗱，我呢個 channel 咧嘅 target 咧就係俾我哋呢班貧窮嘅打工仔嘅。咁我哋 target 咧就係我哋就算一個打工仔啊，都係成功擊敗8至9成嘅投資者嘅。咁咧，我 target 咧係你長線之內咧，你又有資產係可以翻倍咧，係可以去到10至30倍嘅。咁咧，話明叫躺平投資法。咁我呢個布老師投資法咧，真係講簡單躺平，你係唔需要做任何技術分析，同埋係唔需要做任何嘅財務分析噶。你唔使睇圖，又唔使去睇人哋啲財務報告、accounting report，全部唔使睇嘅。咁咧，不過我講明我長線咧係直到去差唔多30年嘅。咁咧，如果你係想一夜致富咧，咁呢個 channel 就唔啱你啦。你可以過去澳門啊賭一賭，或者買六合彩啦。好啦，我咧暫時呢個投資嘅呢個 topic 咧，暫時有分3 part 嘅。第一 part 咧就講投資嘅理論嘅。第二 part 就講實戰啦，即係我講完一 theory 之後，大家點樣喺香港實行到咧？第三 part 咧就係財富加速大法。咁呢個咧係一個心法嚟嘅。咁呢個就我哋之後再 go through 啦。依家講嘅投資理論先啦。我係想問大家問個問題就係，你覺得投資同埋投機啊，或者叫做賭錢有乜分別咧？平時你入去賭場賭錢啦，賭大細啊，經典項目啦嚇。我唔知你識唔識計嗰個你贏嘅機會率啦嚇。其實咧，你贏嘅機會率係等於0嘅，差唔多。因為咧，你有48%啦，係可以贏到對面啦，即係同你賭，你係賭大，佢係賭細啦嚇。你係贏49%，佢係贏49%，換言之咧，勝利率係少過一半嘅。即係咧，如果你喺度賭1000鋪咧，你係會輸嘅最終嚇。剩低個2.7%咧，其實就係賭場嘅贏嘅機率嚟嘅，佢係必贏噶嚇。賭100鋪，佢必定賺你2個7噶，係啦。喺賭場嚟講咧，對賭場嚟講佢就係投資啦，對你嚟講咧，你只係投機嚟嘅咋嚇。一個好嘅投資咧，就係點樣提高呢個勝率啦？你嘅勝出嘅機會率至少有51%啦，係咪啊？你長遠賭落去，你先會贏噶嘛。投資都係咁啦。所謂嘅提高嗰個勝出嘅機率咧，喺我投資方面，我叫做控制風險啦。點樣控制呢個風險咧？提高勝率咧？大家睇咗呢幅圖先啦。呢幅圖咧係講緊 S&P 投資啦嚇。如果你投資10年咧，你咧贏嘅機會咧係有94%嘅嚇。如果咧你係投資翻20年嘅話，你嘅贏機會咧幾乎係100%嘅啊。大家你見到咧呢個 data source 咧其實係 Bloomberg 做嘅。佢咧其實佢分析差唔多100年嘅 S&P 嘅指數嗰個走勢。機會你投咗20年咧，你勝率咧係有差唔多100%噶啦。所以簡單嚟講咧，就係如果你係投資股市啊，你擺股市嘅時間咧，就等於你嘅勝率啦。你擺得越耐咧，你基本上係贏硬咁滯嘅。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我唔知大家點樣理解股市嘅報酬啊？佢個來源咧，其實係從嗰個風險嚟嘅。只要你抌錢落股市嗰度咧，你承受風險先會可以有報酬嘅嚇。任何人咧，如果可以話佢零風險，但係有好高嘅回報咧，呢個係存在於幻想入邊嘅啫嚇啦。如果你有嘅，你就嚇千祈唔好信呢條友啦嚇，詐騙嚟嘅啫，純粹係。好啦，講控制風險之前，我哋首先嚟認識下有邊種風險啦。嗱，就學術性嚟講就好多複雜嘅 term 嘅，我就唔講咁複雜啦。簡單嚟講就係你可規避嘅風險同埋你避唔到嘅風險啦。譬如話聽日打第3次世界大戰啊，或者外星人突然間侵略地球咧，呢啲你避唔到噶啦。你可以避嘅咧就係避免過分集中嘅風險嘅。譬如咧就係你就唔好將啲股票抌落某個行業啊，集中某個區啊，某啲產品喺度咧。呢個咧就係規避風險嘅其中一個方法嚟嘅。
好啦，咁我舉得個簡單例子啦，譬如話第一，你淨買一隻股票，你淨係買隻匯豐嘅啫，同你買60隻股票，買60隻銀行股，咁風險邊個大啲啊？咁明顯就係你齋買匯豐嘅風險大啦。咁又如果譬如話你買晒全香港嘅銀行業或者全世界銀行業，咁風險又再細啲啦。咁第四種咧就譬如話我買晒成個香港嘅所有股票啦，咁其實即係你嘅盈富基金啦，或者你買恒生指數啦，咁你嘅風險其實再細啲嘅。咁最細梗係你買晒成個地球啦吓，咁你買晒歐美啊、中國啊、香港啊所有地區嘅股票咧，呢個風險係最低嘅吓。如果火星有股票買，你都應該買埋嘅。咁大家我唔知係咪電訊盈科個年代啊？當年電訊盈科又吹到好勁嘅，跟住臨尾咧，好多小股東就喺度喊嘅，就係因為佢搞咗個私有化嘅，咁大家血本無歸嘅。咁大家如果對呢樣資訊咧就唔係太熟嘅咧，可以上網查下資料啦。呢個就係單一股票點解會有高風險嘅其中一個實例啦吓。咁咧講完個風險啦，咁就講嗰個投資嘅方法啦。咁我主要分主動同被動啦吓。咁就講下佢幾個方面，一個就成效啦，同埋你嘅成本啦，同埋你嘅心理負擔究竟應唔應付到所謂嘅主動投資啦。咁咧，大家睇下呢幅圖，呢幅圖係 Morningstar 做出嚟嘅研究嚟嘅。咁咧，主動投資咧就係當啲普通嘅基金啦吓。咁被動投資咧其實就係嗰個基金背後嗰個 benchmark，即係譬如話你叫人投資，咁我投資香港股市，咁你香港股市嘅 benchmark 咧，其實或者叫做大市啦，其實就係講緊盈富基金係啦，或者叫做恒生指數啦吓，我哋叫恒生指數啦吓。咁咧呢啲咁嘅所謂主動型嘅基金啊，或者我主動基金，你都可以當係你自己本人啦。你咧10年之內咧你係得翻大概8-9成嘅機會係可以仲碾低人呢個恒生指數嘅啊。咁呢個咧就係 S&P 嘅研究嚟嘅。咁大家其實主要睇最右手邊嗰個 chart 啦吓。如果佢20年嚟計咧，你贏到呢個 benchmark 即係恒生指數嘅機會率咧，係得翻5-10% 嘅啫啊。咁呢個又係一個 Morningstar 嘅類似嘅研究啦吓。咁佢就話咧，左邊嗰幅圖咧就其實講緊咧，你喺呢5至10年內咧，嗰啲主動型嘅基金啊，嗰啲基金經理咧，你嗰隻分啊，嗰隻基金都會直情係收咗皮嘅啊。呢個地賣嘅就大概有40% 係會收皮嘅啲基金喺嗰10年之內喎。咁咧右手邊嗰個 area 就話俾你知，呢10年之內就算你係贏到嗰個恒生指數啊，你都係贏得好少嘅，就係呢度，你大家可以睇到個位數都未到，有啲0.6%係嘛。咁呢個再另一幅研究咧，就因為頭先嘅研究其實主要係集中喺 S&P 啊，即係美國嘅板塊啦嚇。咁呢度咧你見佢 study 咗，除咗美國啦，佢仲有其他 country 啦，去到澳洲啊，佢仲要去到房地產行業啊，去到啲開發咗未開發嘅 market 啦嚇，即係咩印度啊、印尼嗰啲啦嚇。咁你見到最右手邊嗰個一欄咧，就係講緊，如果計埋嗰個投資成本啊，因為主動投資通常個成本係會比較高嘅，嗰啲基金收費。咁你見到其實真係10年落嚟，佢哋仲贏得到恒生指數啊，贏得到 benchmark 嘅機率咧，你見到係少到有啲係得翻1.2% 嘅啊，最高嗰個都係20%啊。咁平均嚟睇，你其實係少過10% 嘅。咁呢幾幅圖嘅相度話俾大家知咧，就係如果你係用主動投資或者係買嗰啲基金嘅分咧，咁你要輸嘅機會率係好大嘅吓，或者應該咁講，你嘅成效咧就不如你直接買恒生指數嘅，喺10至20年之內。係啦，咁咧，但係調翻轉嚟講咧，如果你唔係跟呢啲咁嘅基金經理啦，或者你自己本人去操作啦，你其實自己去買恒生指數咧，你係有打贏8-9成人嘅喎，明唔明？因為8-9成人都係買緊主動嘅，即係買緊基金啦，或者係自己投資噶嘛。咁你反其道而行，你其實已經贏咗佢8-9成人噶啦。咁呢個躺平嘅精髓就喺度啦，就係要買大市啦，我哋。咁第二樣就係時間成本啦，即係你身為一個打工仔啦，你放咗工翻，我當你最輕鬆翻8個鐘啦，你翻到屋企，你仲有冇時間去研究啲公司嘅股票啊？研究人哋啲財務報表，研究下嗰啲技術分析吓，你呢個時間係好 take time 嘅吓，你都唔會恆久做到啊。係啦，咁如果你
但係如果你調翻轉喎，你係 iBanker 係咪先？你係 JP Morgan，你係 Morgan Stanley 入邊嗰啲 iBanker，咁你根本都唔需要研究啦，因為公司已經俾晒所有 package 你啊，你有 data 全部都 available。咁呢個 moment 你梗係贏啦，咁你就可以選擇做呢樣嘢去做呢啲研究啦嚇。咁你係隨時可以打贏呢個大市都唔出奇嘅嚇。咁但係如果你係個普通嘅韭菜，普通嘅打工仔咧，我就不建議你去做咁多時間去研究啦。好啦，第三樣嘢就係講交易嘅成本啦。咁咧你會見到嗱呢度有幅圖啦嚇，左手邊咧頭兩個啦，一個係叫你本人啦嚇。假設你本人去做交易啦嚇。咁你可能30年嚟，咁你做呢個主動交易啦，你有進進出出嘅市場啦，你又要俾佣金啦，買賣都要收稅噶嘛，咁呢個費用就一定都高噶啦，咁咪回報率咯。假設你唔知先啦嚇。咁第二個俾你大家參考就係 ARKK 啊，其實以前都好出名嘅，呢排又出名翻啦，因為係科技股嘅 ETF 啦。咁但係其實呢種咧，其實叫做主動型嘅，佢係由幾個基金經理 Cathy Wood 去操作啦嚇，阿木頭姐啦嚇。大家可能都聽過啦，咁你見佢費用咧係0.75%嘅，但係佢回報咧係負16%，我呢5年嚟。咁但係咧，你見到下面我哋買 VOO 啦嚇，即係 S&P 啦，或者 QQQ 啦嚇，即係都係被動嘅 ETF 啦。你見到佢嘅費用其實得0.2% 嘅啫，係咪好抵玩啊？你睇下人哋回報100%喎，VOO 仲平添，0.03%講緊嚇，唔係3%，0.03%喎回報率仲高過人哋 ARKK 主動型嘅喎，係咪啊？呢個就係交易成本啦，同埋個成效都好似高過你個 ARKK。係啦，咁跟住落嚟咧就講最後一種嘅問題啦，就係心理負擔啦。即係你大家假設投資你都呢筆錢係都要累積到去退休噶嘛？咁你退休，我假設你退休需要1000萬啦，咁你驚唔驚先？你即係不斷進出呢個市場，你又唔知幾時買幾時賣喎，即係可能有啲個市震一震跌10%，你可能驚到大市即刻買翻晒出嚟啦你見到人哋走去買 Tesla， 你又走去買啦可能你就係最尾嗰個俾人割韭菜嗰個嚟㗎啦。係啦，咁最嚴重嘅問題咧，我覺得就係譬如話你而家假設你好勁啦次次一買就中，一買就中由一開頭10萬，然之後 all in 變20萬，20萬 all in 係變100萬啦。假設你變到咁，你去到假設你1000萬退休啦。你100萬夠唔夠得 all in 咧？你100萬俾你賺到200萬啦，你又夠唔夠得 all in 咧？但係如果你唔 all in，你調翻轉個問題就係你唔 all in，假設你賺到200萬，咁你淨係 all in 個所謂嘅20萬落去，咁你就蝕咗機會成本啦你180萬閒置資金喺度，其實都係另一個問題嚟㗎。但係咧，如果你有被動咧，如果睇翻我陣間就會講㗎啦。如果你有被動咧，其實你有時間就贏㗎啦，你就唔用呢個主動式嘅投資咁咧嗱，咁樣比較，你從成本成效同埋心理負擔方面咧，你問我係被動投資係贏晒㗎嚇。Given 你唔係巴菲特啦，你唔係 iBanker 先啦好啦，咁我講咗咁耐啦，咁大家聽完係咪覺得唔知有幾多回報咧？我呢個布老師嘅懶人投資法，咁等布老師講俾你聽有幾多回報先咁before that 之前我要講下啲理論先啦。嗱，呢個叫做 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 啦，CAPM 啦。嗱，呢個 model 係諾貝爾和平，sorry 諾貝爾經濟學獎嚟㗎咁咧，其實佢嘅核心嘅 concept 咧就係講緊一個叫做 beta 呢個 factor，即係簡單嚟講即係大市 market factor。咁咧呢個 market factor 就係你嘅報酬嘅來源嚟㗎，係啦。咁你買起個市場咧，你就可以 get 到呢個 market beta get 到呢個市場回報咁譬如話你買恒生指數，你就買到香港嘅回報；你買 VTI 就買到全美國嘅回報，就係咁簡單嘅，就呢個 concept 係啦。咁當然呢個 CAPM 呢個 model 仲有好多勁嘅 concept 喺入邊啦。咁之後有機會再講啦可能要開第4集先有得講啦好啦，嗱咁大家睇下呢幅圖就最興奮啦。你會見到右邊呢幅圖啦，其實佢主要係講緊，sorry 美國啦咁你見到個 time stamp 咧，sorry 佢由1800年開始啦到今年2025年啦，不過呢度去21年啦，200幾年嘅 time frame 入邊咧，你見到佢咧嗱，假設你當初喺
1800年你買咗1蚊雞啊，依家已經升到5400萬啦。你個投資回報係好得人驚，好誇張㗎嚇，5000幾萬倍喎呢個投資回報。咁但係咧，你會見到其實佢個 annualized return 其實係得8.4% 嘅啫喎，即係你睇落去好似升咗5000幾倍，但係佢嘅 annualized return 啊，annualized return 大家識唔識計？我為免大家唔識啊，都要講一次啊，就係其實即係我當佢8%啦，即係1.08%嘅200倍嘅200個咩指數200啊，200次方啊，咁啊去到大概5000幾萬啊，即係你每年賺8%啊，第二年又賺8%，不斷係咁乘上去啊，咁大家會發覺5000幾萬其實不是遙不可及啊，只要你每年維持到8%回報，你就可以攞到噶啦。咁呢個就係精髓啦。咁我 target 就係令大家賺啲8%啦。咁啊，你見到其實 concept 就係你留喺個 market 度，時間就係你個回報。係啦，你呢個就係賺到你個所謂嘅 market beta 市場回報啦。咁另外一樣嘢，我想大家睇睇咧，就係有呢個幾個資產啦嚇。咁第一個叫 bond stock 啦嚇，即係股票啦嚇。咁啊，第二個叫做 bond 同標啦，其實都係國債嚟㗎啦嚇，美國國債啦嚇。咁美國國債就大概5%啦嚇，4.5%啦。咁啊，bond係長債，標係你當短債啦嚇。咁啊，大家呢期好 hit 嘅黃金啊，其實慘到得翻2% 嘅咋。咁所以我都唔係太建議大家投資黃金呢樣嘢嘅嚇。咁啊，另外一樣嘢叫 CPI 啦嚇，咁呢個 for reference 即係當通脹啦嚇 ，consumer price index 啦嚇。咁啊，大家對成個股票嘅回報有個初步了解啦嚇。即係8%原來嚇，你好似覺得好少，嗱你嚇複利息200幾年咧，就咗5000幾萬嚇。好啦，咁啊呢張圖我其實想同大家講啊，美國咧即係右上角啊，呢度啊右上角，其實佢個回報咧都好高嘅嚇，呢個1995年嘅 data 啦嚇，你右上角係高嘅，因為佢上面呢個即係左手邊呢個 sorry 啊，呢個 Y 軸咧即係講個回報啦嚇，annualized 回報啊嚇，咁啊 X 軸咧就係你嗰個國家嗰個股票市場存在嘅時間，你見到右上角呢一 part 其實係 suppose 係啲開發咗好耐嘅國家嚟嘅，佢回報通常會高少少嘅嚇。咁你見到其實都係歐美國家嚟㗎嚇。咁另外你見到下面啦，0% 以下呢條線下面呢扎咧，其實好多係叫做所謂發展中國家啦嚇。不過當時唔知點解寫呢本書嗰陣時冇中國啦嚇。但係佢哋回報通常係低少少嘅嚇，有啲係負數嚟㗎，你會見到嚇。咁呢個純粹介紹下有呢個大細就係咁啦。美國回報高啲啦，通常啦，歐美其次啦，之後就輪到呢啲發展中國家啦。咁呢幅圖咧想話俾大家聽嘅 concept 咧，其實頭先都講咗噶啦，就一半就講咗啦，就係講嗰啲回報啦嚇。回報嚟講咧，都係bond係細過啲股票啦嚇。咁當然in trade off 咧，咁你個 bond 嘅叫做抗跌能力好啲啦，即係最多跌25%啦，呢3年嚟啦嚇，呢所謂最嚴重嘅3年啦嚇。咁你股票跌到70%，好誇張啊！呢個所謂20世紀中19幾年嘅時間啦嚇。咁所以咧就係呢個話俾大家聽，高風險啊，高回報啊，低風險低回報啊。咁另外一樣嘢就叫公司債啦，其實佢風險係好高嘅嚇。咁風險係大過國債啊。咁呢度就介紹一個投資組合啦，叫做 All Weather Portfolio 啊。咁由呢個著名嘅橋水基金經理創辦人叫 Ray Dalio 啊。咁佢去建立嘅，咁就有唔同版本嘅，咁但係個核心都係呢幾樣嘅。第一樣就係 bond，你見到 bond 個比例其實都好高嘅40%啦。咁第二樣就係股票啦，股票佢得30%嘅，所以你見到佢呢個所謂 all weather 全天候咧，任何時候都唔需要變換嘅 portfolio 啦。咁呢10%都係 bond，跟住就係金同埋啲商品啦嚇。咁呢個係例子嚟啫嚇，我唔係叫大家咁特咁投資啊。咁但係當然，如果你信奉呢個 Ray Dalio 咧，呢個橋水基金經理啦，喺呢個世界都好出名噶啦嚇。咁你可以直接跟佢呢一套嚟買都得嘅嚇。因為呢一幅圖咧就係都係講呢個回報啦，同埋呢個
跌幅嘅關係啦嚇。咁咧呢個左手邊最左上角呢個叫做純股票組合啊，你見到回報有成10%啦嚇，呢個叫 annualized return 啊，10% 啊，但係你見到佢最大跌幅係可以去到40幾嘅嚇。咁啊，隨住呢條線一路向下移啦嚇，咁最右邊呢個叫純債券組合啦，你見佢慘到回報得翻4% 嘅。不過當然佢喺呢個熊市入邊咧，即係熊市入邊股票咧，你見到跌40%啦，佢反而可以升15% 嘅。咁呢度咧仲有條線上面有啲75啊、25就係講緊股票同埋債券嘅比例啊。簡單來說，你喺呢個你嘅投資組合入邊，你加翻啲債券咧，你個風險會降低啲嚇，抗跌啲。咁但係當然你回報會低啲啦。呢幅圖想帶出嚟嘅信息其實就係咁啦。好啦，咁但係有冇人知道背後嘅原理係點咧？嗱，咁啊，我而家就講啦。咁咧呢個幅圖咧，其實又係好出名嘅，都係頭先我講個 CAPM 嗰個 model 入邊啊。咁咧就大家可以留意，首先就係左上角呢幅啦嚇，呢個叫做30年嘅嗰條啊 ，sorry 講多咗，呢個叫做 efficient frontier 啊，叫做效率前沿啊，中文叫做嚇。咁咧呢幅圖咧，佢精髓咧就係第一個就係你見到最左上邊呢一個紅點啊，交叉啦，叫做係100% 股票。咁你見到佢嘅回報率係高嘅嚇。係啦，咁但係佢個風險其實你見到 standard deviation 即係 X 軸啊，即係代表風險嘅。風險其實好低嘅啫，即係2% 左右嘅啫。咁但係你如果睇翻同一個交叉嘅20年線啦，或者我哋睇1年線啊，即係1年。如果你投資嘅時間只係1年嘅話咧，咁你買100% 股票，你風險係好鬼高嘅。你風險你要睇 standard deviation 咧，係去到差唔多20% 嘅可以。咁呢幅圖第一個 point 想話俾大家聽就係 in long term 30年期咧，你去投資股票好安全嘅，你見到嚇。咁咧跟住落嚟就 shift 去下面右下角嗰一點啦。咁呢個紅點咧，見到正方形嗰粒咧就係100% bond啊。呢個圓圈咧就係最低風險個位，其實即係股票同埋bond咧，佢大家嘅混合體啦。咁喺呢個比例之下咧，所謂嘅最低風險啦，當然回報唔係最高啦。咁你會見到佢其實唔係100% bond，但係佢個風險反而係最低嘅喎嚇。呢個 concept 大家要留意，我之後再講嚇。係啦，咁係啦，咁另外一個嗱，我哋睇翻30條線，其實都係同一個問題嘅。你見到嗱呢一個 mix 點啦，呢一點係最低風險個圓圈啦。咁你見到佢個風險咧係細啲啦，細過純粹100% 嘅 bond，但係個回報又高啲嘅喎，係啦。即係如果你係想追求最低風險咧，其實你可以追求呢個圓點嘅嚇。想追求最高回報，你係將佢交叉呢一點嘅。咁你嘅投資組合咧，無論你揀啲咩組合入邊咧，其實就係想你 target 就喺呢條線度 shift 啦。咁你揾翻你最適合嘅點啦。好啦，咁啊，跟住我再講下頭先個 bond 嗰個問題啊。點解加咗 bond 之後咧，你嗰個風險會細咗咧？嗱，咁大家都見到嗱，呢個右手邊啦。咁呢幅圖咧，其實想話俾大家聽就係佢喺嗱100幾十年間啦，1875年至2023年啦嚇。咁呢個講緊叫做股債嘅相關性啊 ，stock and bond 嘅 correlation。你見到有時係負嘅，有時係正嘅。咁啊，你粗略睇呢幅圖，大概負0.7至到正0.6左右啦嚇。咁負0.7嘅意思就係講緊當股票跌緊一陣時啊，你嘅 bond 啊，你嘅債券啊反而會升嘅喎嚇。股票跌1蚊，你嘅債券大概係升0.7嘅喎。咁呢個就 that's why 啊，你要加 bond 落你個組合度啦嚇。即係當金融危機啊、沙士啊、08年啊跌30-40% 嗰陣時咧，你加啲 bond 落去咧就抗跌少少。咁但係當然佢都有啲期間咧係有正嘅 correlation 嘅。咁啊0.6啦嚇。咁但係即係股票跌1點，你嘅 bond 淨係跌0.6點啫。咁所以都係有抗跌嘅能力嘅嚇。
咁啊，除咗個債券係可以分散資產，分散呢個風險啦。咁啊，仲有其他分散風險嘅方法嘅。第一個咧就我頭先講啦，你唔單止淨係投資香港股票，你投資咗全世界嘅股票。咁啊，當然債券啦，仲有一種係叫做抗通脹債券啦嚇，TIPS 啦。咁啊，房地產啦，信託啦嚇，即係香港嘅領展啦嚇。仲有啲商品啊、啲必需品啊、原油啊咁等等嘅嘢都係抗跌啲嘅。咁啊，貴金屬啦，大家最中意嘅金同銀啊。咁 crypto 可能都係啦嚇，不過唔知係咪個 scam 啦嚇。咁啊，當然仲有就係如果你識收集名錶啊嚇，你屋企嗰個 Gucci 嘅手袋可能都係可以分散資產風險嘅嚇。好啦，咁啊呢一幅圖俾大家睇下個 feeling 啦嚇，最近呢大概30年啦，全球嘅回報大概係點樣啦嚇。咁你見到美國咧 annualize 係大概10% 到啦，咁啊開發中國家大概6% 啦。咁啊，其他嘅國際股票咧就5點幾 percent 啦，咁香港係4% 啦嚇，咁就 that's why 就大家都唔係好想買香港股票喺呢10年8年啦。好啦，咁但係睇完呢幅圖啦，你美股好似好勁喎，咁大家係咪買係美股就得咧？港股就唔好買咧，即係其他國際股票就唔好買啦嚇。咁呢個就當然不是啦嚇。咁啊呢幅圖又話俾大家聽啦，嗱，咁譬如話第一行1970年至1974年，日本股票表現係最威威嘅嚇。咁但係去到第二年咧，佢個排名去到跌到得翻第4位。咁啊，第二幅圖，第二行就講1975年至1979年，小型股美國表現係最好嘅。佢咁啱又排到第一。但係你見到總之嗱，中間呢行咧係打動呢行咧係當年第一啦。咁啊，再第二年咧，佢就跌到第4啊、第5啊、第6嘅喎。咁所以咧，你冇見到尤其而家美國股市升得咁勁，你冇 all in 曬美國，可能佢轉頭就玩完嘅咯。所以我想同大家講 concept 都係要分散啫，除咗分散都仲係分散啊。咁啊，呢個仲有其他嘅數據好為大家注意啊。咁啊，左手邊呢行即 S&P 嘅 return 啊，你見到時高啦嚇。咁但係你見譬如話呢個佢10% 好似好高喎。呢個中間呢個 MSCI EAFE 即係講緊歐美嗰個股市啦嚇。sorry，歐洲股市啦，16% 喎，仲高喎。有紅即係有正有負嘅喎。所以你 all in 曬美國咧係你有機會食到負喎。但係如果你去買埋呢個歐洲股票咧，你可以 cover 佢美國跌市嗰一排嘅喎。咁啊，呢幅圖其實 concept 都係一樣嘅啫嚇。中間呢行咧，今次係 emerging market 啦，即係開發中股市嚇，都係可以起到同樣作用嘅。咁啊，再重溫翻頭先講嗰幅圖啦嚇，你見到如果你投資呢個美國嘅股票啊，最 worst 嘅 case 你會蝕6、7成啊，一年啊。咁所以 that's why 就做資產分配啦嚇，即係頭先我講嗰扎咁嘅資產你要分配得好啲啦。係啦，你冇100% all in 股票啦，即係你冇諗住你而家可以60-70% 嘅跌幅啫，冇事all in啊，大家千祈唔好咁諗啊。仲有另一個考慮因素就係你年齡啦嚇，越老人家就唔應該承受太多嘅風險啊。咁另外一個就係收入來源啦嚇，即係你要打政府工啊，鐵飯碗啊，雖然而家唔知係咪啦，即係收入穩定咧，咁你當然可以高風險啲啦。嗱，如果譬如話你係食 sales 飯嘅，即係今日都唔知湯包都數嘅，咁你呢啲就可能你個股票個 percentage 就唔好放咁多啦嚇。咁頭先介紹咗其他啲歐洲啊或者開發中國家股票啦，咁佢哋點解可以做到分散風險嘅作用咧？都係講緊個相關性 correlation 啊。咁你見到呢個1973年至到2020幾年啦，大概50年間啦，佢哋嗰個相關性啊，大概有0.2至0.9啦。雖然你冇負數咁正啦，但係佢都會跌少啲啦嚇。即係人哋美國股市跌1蚊，佢都係跌0.2蚊啫嚇。咁都叫做抗跌作用嚇。
呢個就係背後個 concept 啦，同埋個數據嚇。我成個 PowerPoint 我都係講 data 啊，唔係齋吹啊。好啦，咁啊點樣 form 你嘅投資組合咧？咁我俾啲 concept 大家啦，或者俾啲 example 啦。咁譬如話第一招，你咪美國股市50%咯，咁啊加啲國債咯，再加15%房地產嗱，咁你 total 100%嗱，你已經有一個唔錯嘅組合啦。咁你覺得誒唔係喎，未夠啊，未夠分散嘅，我就玩大啲嘅，我將美國股市50%拆做歐洲股市同埋 emerging market，將嗰個 bond 再加可能5%嘅抗通脹債券啊。地產呢度你覺得唔夠啦，你又加啲商品啊，或者加啲黃金喺入邊，咁又好似再 diversify 啲係嘛，再分散啲。咁你又再做盡啲啊，譬如話你將個股市啊再拆做小型股同大型股啦嚇，幫你又拆翻開長期啊、短期啊、公司債咁樣啊，又可以繼續玩落去。concept 你可以拆到無限個投資組合嘅喎，可以超級分散。咁啊睇下你明唔明聽到啦，同埋覺得辛唔辛苦啦。冇話邊個一定啱一定錯，但係 concept 就係分散多啲好啲啦。但係當然都要睇下你咩 manage 到啦嚇。好啦，咁啊第一 part 咧個投資理論咧就講到呢度啦嚇。咁啊第二 part 咧我哋就講下根據呢個咁嘅投資組合啦嚇，我哋點樣揾出呢啲股票啦，同埋點樣去執行啲即係呢30年點樣 hold 住呢個股票咧嚇？幾時買咁樣等等嘅 concept 嘅。咁就下一條片啊再講啦嚇。咁啊多謝大家先嚇。咁就差啲唔記得講啊！如果大家覺得我講嘅嘢有用啦，咁啊記住大家可以捐助下小弟啦嚇。咁啊 scan 下右下角個 QR code 啊，捐贈下小弟啦。咁其實呢啲好多投資理論咧就唔係我齋吹出嚟嘅，呢啲 data 啊全部係啲出名嘅研究啦嚇，或者啲書都揾到嘅。咁嗰個書單咧，我陣間喺嗰個 description 喺條片嘅 description 下面咧，我放俾大家啦。第一步咧就係認識多啲啊，大家要睇多啲書啊，睇多啲 data 啊，就唔好齋吹啊。咁啊，多謝大家先啦，好，祝大家賺多啲錢啦，拜拜。